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6月2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撒母耳记上卷20章第1节到25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患难的考验。保罗在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中写到，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意思就是说，在信仰的角度来看，忍耐是一件好事，但是需要忍耐这个事情的话，就代表所面对的情况是负面的。就如同前几天我们在分享的当中就谈到了搁浅这件事情。那通常而言，搁浅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是在大风浪当中，大船快要摇摇欲坠，快要沉了，搁浅就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大卫被扫罗王追杀，情况非常的不好，但是在最困顿的情况之下，却让大卫看见了上帝的保守跟恩典。撒母耳记上卷20章第1节到25节这么样的记载告诉我们，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去见约拿单，对他说：我做了什么事情，犯了什么罪，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父亲的事，使他要杀我呢？约拿单说：不，你绝不至于死。我父亲无论做什么事，不管重不重要，都告诉我，这事他也不会瞒着我，绝对不会。可是大卫又发誓说，你的父亲明明知道你对我那么好，他绝对不会把计划告诉你，因为怕你伤心。我指着永生的上帝向你发誓，死亡就在我眼前。约拿单说，你要我做什么，我绝对不会推辞。大卫说，明天是初一，我本该跟王一起吃饭，如果你认为妥当的时候，请让我去藏在田里，然后到后天的晚上，假使你父亲注意到我不在餐桌上，请你告诉他，我要向你请假赶回伯利恒老家，因为正是我全家在那里献年祭的时候。如果他说好吧，那我就安全了。如果他生气，你就知道他是决心要害我了。请你信守你跟我在上主面前所立的誓约，即使我有罪，你亲手杀我都好，何必让你的父亲来杀我呢？约拿单说，不要这样想，如果我确实知道我父亲要害你，我会不告诉你吗？大卫又说，如果你的父亲愤怒地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约拿单回答，来，我们到田野去吧。他们就一起去。约拿单对大卫说，愿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做我们的证人，明天和后天这个时候，我会探我父亲的意思，如果他对你没有恶意，我会带口信给你，如果他存心要害你，而我不告诉你，让你安全的离开，愿上主杀我。约拿单又说，愿上主与你同在，像他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要是我活着，你一定要忠诚待我，若我死了，你要始终以同样的忠诚待我的家人。当上主彻底消灭你的仇敌以后，愿你我之间的誓约仍然坚立，
如果你毁约，上主要惩罚你。约拿单再次要大卫发誓爱他，因为他非常爱大卫，就像爱自己一样。约拿单对大卫说，明天是初一，吃饭的时候你不在，人家一定会发觉，后天你不在，人家更会察觉到，所以你要到上次躲藏的地方，藏在石堆后面，我会把石堆当箭靶，射出3箭，然后吩咐仆人前去找箭。如果我对仆人说，箭在你后面，去找吧，那就是说你安全可以出来。我指着永生上主发誓，你一定没有危险。如果我告诉仆人，箭在你前面，你要赶快跑，因为上主要你离开。至于我们的誓约，有上主永远在你我之间做证人。于是大卫去藏在田野里。初一那天，扫罗王来吃饭，照常坐在靠墙的那座位，亚尼尔坐在他旁边，约拿单坐在他的对面。大卫的座位是空着的。在大卫的患难当中，他遇到了一位挚友，约拿单成为他最重要的盟友，更是情同手足的一样来彼此帮助。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不可以在马其顿的呼声当中缺席，特别是当他们刚刚要改信基督的时候，遭受到的迫害。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要学习马其顿在给犹太人的捐助当中不可缺席，特别是当他们刚刚要改信基督的时候，遭受了许多的迫害。在患难当中，他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考验。但是马其顿的初代基督徒仍然活出喜乐，虽然他们非常的贫穷，但仍然愿意慷慨的捐献。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上帝怎样恩待马其顿的各教会。他们从经历的患难受到严重的考验，但是他们充满快乐，在极度贫困当中仍然慷慨捐助。我敢证明他们的捐助是竭尽所能的，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力量，自愿的。他们向我们恳求，让他们在接济犹太的基督徒这件善事上有份，这实在远超过我们所能期待的。首先，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又按照上帝的旨意帮助我们。因此，我们鼓励提多继续协助你们完成他所开始的这一件善事。无论是信心、口才、知识，帮助别人的热忱和对我们的爱心，你们都那么的丰富。我期待你们在这件善事上也格外的慷慨。因此我们知道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在患难当中互相帮助，来胜过考验，是不能缺席的，更格外的慷慨。我们三峡教会虽然在建堂当中，但在今年也接受了其他比较弱小教会建堂募款的要求，并且尽力的为他们来服事奉献。正如同圣经的记载，马其顿的基督徒一样，虽然遇到了极大的患难中的考验，但是他们仍然愿意如同兄弟的情谊一样，帮助更需要的人而荣神益人。诗篇130篇，上主啊，我在绝望当中求告你，求主啊，求你垂听我的哀嚎，
求你听我求助的声音。如果你记录我们的罪过，谁能逃脱惩罚呢？然而你饶恕我们，因为我们应该敬畏你。我迫切等候上主的帮助，我信靠他的话，我仰望主，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是的，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以色列啊，要信靠上主，因为他有不变的爱，他有丰盛的救恩，他要拯救他的子民以色列脱离他们一切的罪恶。感谢主，让我们在患难的当中经历考验，并且赐下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度过患难。恳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强化我们的爱心，让我们在缺乏的当中仍然慷慨的捐献，提供帮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